哋都有請我哋兩位咧喺度為我哋咧主持一個按鈕，即刻咧就可以喺 APM 嗰度睇到咧，就係即將喺2012年嘅2月份會上映嘅《愛的麵包雲》嘅預告片，今日喺香港首播。OK， 兩位亦都請預備啦！哇，喺手上我哋嘅按鈕，好，我數3聲之後呢，就給我們準備一下，好不好？我們就可以看看這個預告片，就是在香港首播的，哇，非常的好的新年禮物，大家一起對。好啦，咁有請 Michelle， 有請 Maureen 準備一下，準備1、2、3。請留意大電視。哇！就係 Michelle 今日送咗呢一份嘅禮物俾我哋嘅話，當然啦 ，Maureen 都有一啲嘅心意咧，會送翻俾 Michelle 喎，好嘛？好嘛，呢個時間嘅話咧，我哋都要有請咧，就係我哋嘅工作人員啦 ，Michelle 有啲嘅新年禮物送給你，就係我哋嘅 APM 咧，特別嘅一個好特別版嘅，好靚嘅就係我哋嘅 APM 嘅除夕狂歡倒數夜嘅嘉賓咧，要送翻俾咧，就係陳妍希，你哋希望你接受嘅。啊，很喜歡這個包包哦，很喜歡，對，顏色也是非常的好看，對，兩位就是拿這個禮物給我們的記者朋友，就是照個相吧。好，咁亦都希望咧就係Michelle 咧會中意呢一份嘅禮物，亦都係一份咧非常之靚嘅新年禮物，佢都好中意嚇。好，咁稍後時間嘅話咧，咪當然啦，我哋都知道咧 Michelle 你準備了一個禮物要回禮啊。Maureen 嗱，首先咧亦都要有請咧，就係 Michelle 要送俾你嘅咧，就係好快喺出年2月3號會睇到嘅就係《愛的麵包雲》嘅呢一個首映入場券，以及咧就係有張個好靚嘅 poster 咧要送翻俾咧就係馮小姐嘅 Michelle 要在上面簽個名字吧，好不好？好，亦都要有請 Michelle 咧，可以喺我哋呢個咁靚嘅 poster 嗰度咧影翻張，我哋簽一簽個名先。好，哇，好靚啊！謝謝妍希，謝謝 Michelle。好啦，我哋一齊影翻張相先。嗱，到時 Maureen 嘅話咧，亦都可以咧好好咁樣去欣賞呢一套咁好睇嘅電影。
頭先咧，我哋計到嘅就係我哋喺香港嘅首播嘅預告片嘅話咧，亦都令到大家咧就係非常非常之期待。有啲要多謝咧，就係 Michelle 今日咧就係連續送咗有幾份嘅禮物，謝謝你的禮物，每一位觀眾他們都非常非常的喜歡，謝謝。其實今天是我第一次在大熒幕上看到這個預告，你自己也是第一次嗎？在大熒幕上，在大熒幕上，你太害羞了嘛。係啦，咁啊當然啦，我哋睇完咁好嘅預告片之後嘅話咧，亦都喺呢度話要俾啲熱烈嘅掌聲，多謝晒Maureen先生嚇，多謝啦馮小姐，先生一陣間咧會上台。